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甲高雄本地昨暝拢宣布讲，今仔日正常上班上课，但是南部愈暗风雨是愈来愈大，尤其是南部的风太大咧，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。台南市长黄伟哲伫透早5点57分紧急来宣布，今仔日停班停课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赶伫咧透早6点宣布停班停课，所内包括着嘉义县、嘉义市甲屏东县嘛紧急来宣布停班停课。但是有袂少人已经到学校、到公司咯，拢直接下班下课，民众是话要没事。你是不晓得今天有停班停课吗？他临时才决定的啊，我们怎么知道？这临时来接的吼。袂少南部民众是去撮撮，嘉义市民俗国中真侪同学拢已经到学校啊，也毋过即摆煞雄雄公公赶未离开，也有家长穿好满赶紧赶返个学校，要将囡仔接回去厝。几分钟前才知道的。20分钟了，好像到学校才知道。到学校会不会觉得这样不方便？受到多所在风台影响，原本嘉义市政府宣布今仔日是正常上班上课，也毋过因为风台路线向向来变卦，嘉义市政府今仔日透早7点04分左右，紧急宣布规工停止上班上课。嘉义县是伫透早6点52分，嘛是互人骂甲变过。其实毋若嘉义，台南市、高雄市嘛是伫透早6点外左右宣布，屏东是伫透早6点15分紧急宣布。每一条生命都很宝贵的，我们不想有任何侥幸的机会，因此呢，我们还是宣布这个停班停课。LINE 上面还有脸书上都有在通知。对，我现在现场来，就是怕有的小孩子不知道，没有接到消息。另外，屏东民政局中校长烦恼学生啊危险被走一抓，徛伫门口但唔知影或者是无接到通知的学生，考虑到交通也有上班上课的安全，嘉义、高雄、台南、屏东即透早紧急宣布停班停课，嘛互真济已经出门上班的民众，踏出门又搁惊翻头，怨叹声真济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